found his rest, loving you, saving you。好多謝大家一路支持上行站嘅，咁就多謝你嘅鼓勵啦，咁就俾我哋好大嘅推動力，我哋好願意咁繼續去拍多啲片去點樣去服侍大家。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近排開始呢，好多嘅教學啊、補習啊嗰啲網絡嘅程式將會出現。咁呢一個 project 本身呢，呢個 campaign 我係同新加坡嘅教育應該係叫師範學院裏邊嘅教授啦，同埋一啲北京 University 嘅可能有機會合作嘅體系呢，希望落實一個網上嘅補習平台。咁呢一個補習平台希望能夠幫助弱勢社群嘅。我哋知道而家香港有DSE 個問題，記得唔得？DSE 嘅問題就係令到學生係一次過要去考一個公開試，咁佢冇乜經驗之下呢，一次過要考一啲 A level 同埋以前Cert level 嘅都要考得到嘅水準。咁對於好多學生嚟講，佢哋因為冇呢個經驗嘅時候呢，佢哋都未能夠成為一啲叫做填鴨式教育走出嚟嘅考試機器，即係以前就話考試機器，我哋係人生冇意義要做考試機器。而家就其實仲慘嘅，因為你係冇機會成為考試機器，卻要一刀切嘅一次過。咁DSE 係唔係個個人都真係可以好容易 handle 得到？更何況今時今日好多朋友咧，弱勢嘅社群裏邊咧，佢冇呢個資源去支持佢哋。所以因此我希望咧就能夠做到一個能夠 sustainable 嘅體系。最緊要 sustainable， 即係話唔係我哋開開心心咁樣去搞完一次個龍鳳，跟住幫助咗一班人咁啊算數。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多啲用呢啲網上嘅媒體咁去做一個平衡嘅。即係你如果話俾我聽，即係點樣，我就話俾我就希望做到好似 Uber 咁樣去 Uber 咗嗰個補習界。咁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喺社群裏邊願意去幫助去教育嘅，得唔得？咁多啲去 contribute 喺呢個平台上邊，亦都係希望嗰啲學生咧去多啲咁去運用。咁成個 project 本身咧就需要有啲朋友咧去做啲程式設計啊、development 啊，即係我一個人做唔晒嘅呢啲嘢嘅，我點都要 rally 一條 team。咁喺條 team 裏邊，大家都係好想幫手，但係我哋點都喺器材同埋喺軟件上邊咧，甚至喺平台上邊，甚至你支持鼓勵或者你祈禱裏邊咧，都經常希望大家能夠去紀念嘅。咁平台做好之後咧，其實我哋而家已經有啲學生咧係 enroll 緊喺上邊。咁 enroll 咗之後咧，我哋就能夠俾一個 public 咧，即係大家公眾咧一個好簡單嘅學費。咁希望佢哋能夠運用呢啲嘢嚟幫助得到佢嘅 DSE 嘅嗰種嘅明白啊、理解啊，同埋嗰啲去做題嘅時候嗰啲技巧，希望幫到佢哋。咁亦都希望可以變成好平嘅一個平台咧，大家去互相支持呢個平台嘅存在。咁咧，所以咧我哋就會話，我哋有一班 developer 啦，係我哋寫程式嘅人啦、設計員啦，跟住有一班係嘗試去義教嘅。但係義教咧係一開始嘅啫，喺後邊咧佢哋都會唔多唔少有翻少少嘅回報嘅。咁我哋先至能夠做一個sustainable 嘅平台。咁對於公眾嚟講咧，咁希望公眾大家如果能夠用呢一個平台嘅時候咧，多啲嚟參與。咁暫時都係免費嘅。希望大家多啲去盡快喺呢個短時間免費嘅時間裏邊咧參與 register 裏邊啦，得唔得？嗱咁跟住咧就仲有一啲有心嘅朋友咧，佢哋就會捐獻啦，會捐錢啦，捐出嚟嘅時候咧就俾 development 嘅費用之外咧，買器材嘅費用之外咧，仲會咧將呢啲嘅 development 呢啲嘅捐獻咧一部分或者係大部分咧，其實係攞去俾一啲攞緊綜援嘅小朋友嘅年青人嘅，幫助佢哋可以起碼有一個教育平台資源咧，去幫佢去喺呢一個唞唔到氣嘅社會裏邊咧去鬥爭。我明白嘅，但係大家都唔希望我哋成為做功課啊、讀書裏邊嘅奴隸，我好同意嘅。但係喺現今嗰個社會裏邊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兩樣嘢，我哋要爭取翻一個合理嘅童年啦，爭取翻一種學習嘅興趣，我覺得呢樣嘢係得嘅。但係調翻轉咧，
我都好希望大家能夠增強每一個人能夠喺呢啲逆境裏邊嘅一啲嘅韌力，因為其實你如果只要有一種韌力，有一種唔放棄嘅心智嘅話呢，其實好多困難你係可以解決得到。我唔會話係舒服嘅，人生大部分其實都唔一定係舒服嘅。不過可能係你有強勁啲嘅肌肉嘅話呢，你嘅生活係點都會冇咁辛苦。嗱，能夠做嘅我哋就喺正面嘅，希望幫大家做少少。其他爭取嘅嘢，咁我哋都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爭取。嗱，咁我哋呢個 DSE 道場呢，本身就係希望能夠開出嚟俾大家，俾大家有一個能夠互相能夠存在啦，支持同存在嘅嘢啦，同埋能夠幫到啲弱勢社群可以去向前嘅去讀，去繼續去學習啦，讓佢相信自己喺年輕嘅時候呢，特別喺15到18歲嘅時間咧，佢只要相信自己其實讀到書嘅，有人陪佢一齊去忍受呢啲痛苦嘅，同埋一齊去向前去讀書嘅時候呢，我相信佢哋嘅前途係唔會太差，係咪？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一個平台啦。